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靈異集，我係姐夫。2015年11月，吉隆坡一間著名大學嘅校園入邊發生咗一宗轟動全馬嘅失蹤案。一個20歲嘅女大學生喺光天化日之下突然人間蒸發，佢嘅手提電話、錢包、學生證全部都留喺宿舍房間入邊。監控錄像顯示，佢最後一次出現係喺校園嘅圖書館門口，之後就再無蹤影。奇怪嘅係，佢失蹤嗰日正係期末考試嘅前一日，而佢係一個品學兼優、從來唔會曠課嘅好學生。更加詭異嘅係，警方調查咗成個校園嘅閉路電視，竟然揾唔到佢離開校園嘅任何畫面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點解會喺校園入邊憑空消失？今日姐夫就帶大家深入調查呢宗至今仍然未破嘅懸案。呢個失蹤嘅女仔叫做李雅婷，今年20歲，係吉隆坡某間私立大學嘅會計系2年級學生。雅婷嚟自檳城一個普通家庭，佢係家中嘅獨生女，父母喺檳城開一間小雜貨店。雅婷成績好好，中學畢業之後攞到獎學金，先至有機會嚟到吉隆坡讀大學。佢平時好乖，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返屋企同父母報平安，從來唔會令屋企人擔心。雅婷住喺學校嘅女生宿舍，同佢同房嘅室友叫做張美玲。美玲話，雅婷係一個好文靜嘅女仔，平時除咗上堂同去圖書館讀書之外，好少參加其他活動。佢冇拍拖，朋友都唔多，大部分時間都係一個人。美玲仲話，雅婷最中意嘅就係去圖書館，佢幾乎每日放學之後都會去圖書館溫書，有時會留到好夜先返宿舍。2015年11月18號星期三，呢一日就係雅婷失蹤嘅日子。當日早上8點，美玲見到雅婷好似平時咁樣執好書包準備去上堂。雅婷仲同佢講，今日落堂之後我會去圖書館溫書，可能會遲啲返嚟，你唔使等我食晚飯啦。呢句說話成為咗美玲最後一次聽到雅婷把聲。根據大學嘅上堂記錄，雅婷當日上午嘅課堂都有出席，而且仲同平時一樣坐喺前排認真聽書。中午12點，有同學見過雅婷喺學校飯堂食午飯，佢當時係一個人食緊一碟炒飯。下晝2點，雅婷上最後一堂課係會計學嘅 tutorial 班，導師記得佢有交功課，而且仲問咗幾條問題。下晝4點半，呢堂課結束之後，監控錄像拍到雅婷行去圖書館嘅方向。佢當時孭住一個粉紅色嘅背囊，穿住校服、白色襯衫同深藍色長裙。4點45分，圖書館門口嘅監控拍到雅婷行入圖書館，佢仲同守衛嘅保安員 Uncle Raman 點咗個頭。呢個畫面就係雅婷最後一次出現喺監控錄像入邊。當晚10點，宿舍開始實施門禁。美玲發現雅婷仲未返嚟，佢打咗幾次電話去雅婷嘅手提電話，但係一直冇人聽。美玲心諗，可能雅婷溫書溫到太專心，所以冇聽到電話響。但係去到晚上12點，雅婷都仲係冇返嚟。美玲開始擔心，佢同其他幾個同學一齊去圖書館揾雅婷，但係圖書館已經關門。佢哋透過玻璃窗望入去，見到圖書館入邊空無一人，所有燈都熄晒。第二朝早上6點，美玲發現雅婷個床鋪完全冇人瞓過嘅痕跡，佢即刻報警。警方好快就到場調查。警員檢查雅婷嘅宿舍房間，發現佢嘅手提電話、錢包、身份證、學生證全部都整整齊齊咁放喺書台上面。房間入面冇任何打鬥嘅痕跡，雅婷嘅衫物都好齊全，唯獨係失蹤嗰日，佢背住嗰個粉紅色背囊唔見咗。警方即刻調查校園入邊所有嘅監控錄像，佢哋發現一個好奇怪嘅情況。雅婷下晝4點45分行入圖書館之後，就再冇出現過喺任何一個監控畫面入邊。圖書館得一個正門出入口，而嗰個出入口嘅監控錄像，從下晝4點45分到晚上10點，圖書館關門，完全冇拍到雅婷離開。咁即係話，雅婷好似喺圖書館入面憑空消失咗咁。警方訪問咗當晚值班嘅保安員 Uncle Raman。Uncle Raman 話，佢記得下晝4點45分見到雅婷行入圖書館，
因為雅婷係常客，成日嚟圖書館讀書，所以佢有印象。但係佢冇留意到雅婷幾時離開，因為當晚有好多學生進進出出，佢冇可能個個都記得。警方仲訪問咗圖書館嘅管理員Puan Fatimah 話，佢晚上10點關門嗰陣，有巡視晒成個圖書館，確保冇學生留低。佢話當晚佢巡視嘅時候，圖書館入邊已經冇人，所有閱讀區、自修室、電腦房都檢查過，完全冇見到雅婷。佢關門之後，仲親手鎖咗大門。第二朝早上佢返工嘅時候，個門鎖都係好好地，冇被撬開嘅痕跡。警方擴大搜索範圍，仔細檢查圖書館嘅每一個角落。佢哋檢查咗所有書架之間嘅空間、洗手間、儲物室，甚至係天花板入邊嘅通風管道，都冇發現任何線索。圖書館嘅窗戶全部都係鎖住嘅，而且裝咗鐵花，根本冇可能有人爬出去。咁雅婷究竟係點樣離開圖書館呢？定係佢根本就冇離開過？警方調查咗雅婷嘅社交圈子，訪問咗佢嘅同學、導師同朋友，所有人都話雅婷係一個好文靜、好乖嘅女仔，冇拍拖、冇仇人，更加冇可能離家出走。佢嘅父母專程從檳城趕嚟吉隆坡，佢哋話雅婷好乖，每個星期日都會打電話返屋企，從來冇提過有任何煩惱或者問題。失蹤前1個星期，雅婷仲同媽咪講話期末考試之後會返檳城過假期，約咗媽咪一齊去 shopping。警方檢查咗雅婷嘅電話記錄同社交媒體賬號，佢嘅 WhatsApp、Facebook、Instagram 都冇任何可疑嘅信息或者對話。最後一條 WhatsApp 信息係失蹤當日下晝3點半，佢回覆同學關於功課嘅問題。佢嘅銀行戶口喺失蹤之後都冇任何提款記錄。警方仲訪問咗當日下晝喺圖書館讀書嘅其他學生，一個叫做陳志偉嘅男同學話，佢當日下晝5點左右有見過雅婷。佢話雅婷當時坐喺圖書館2樓靠窗嘅位置，個位係佢平時中意坐嘅固定位置。志偉話雅婷當時望住本會計書，好專心咁溫書，佢冇打擾佢。呢個係最後一個見到雅婷嘅人。但係警方去到圖書館2樓嗰個位置檢查，發現張書台上邊冇任何雅婷嘅物品，連一支筆、一張紙都冇。雅婷個粉紅色背囊都唔見咗。如果雅婷真係喺嗰度溫書，點解佢走嘅時候會執得咁乾淨？定係佢遇到咗咩事令佢要突然離開？警方調查咗成個校園嘅所有出入口，總共有4個大閘，每個大閘都有保安員當值，而且都有監控錄像。警方逐一檢查咗失蹤當日下晝4點45分之後，所有離開校園嘅人，冇發現雅婷嘅蹤影。咁如果雅婷冇離開校園，佢會喺邊度？警方出動咗搜索犬嚟校園搜索，搜索犬喺圖書館2樓雅婷坐過嘅位置有反應，然後一路追蹤到圖書館嘅後門，但係去到後門就冇晒反應。奇怪嘅係，圖書館嘅後門係鎖住嘅，而且管理員Puan Fatimah話嗰度平時根本唔會用，只係緊急逃生出口。警方檢查咗後門嘅鎖頭，冇任何被撬開或者損壞嘅痕跡。失蹤案發生之後，雅婷嘅父母同校方發起咗大規模嘅搜索行動，佢哋印咗幾千張尋人啟事，貼滿晒成個吉隆坡。佢哋仲懸賞10萬令吉，呼籲任何人提供線索。警方同義工搜索咗校園附近嘅樹林、河流，甚至係垃圾站，都冇發現任何線索。案件發生1個月之後，警方收到一個匿名電話。呢個神秘嘅來電者話，佢失蹤當日晚上8點左右，喺校園後面嘅一條小路見過一個好似雅婷嘅女仔。佢話嗰個女仔當時同一個男人一齊行，個男人揸住佢隻手，行得好急。但係嗰個來電者冇睇清楚個男人把樣，只係記得佢着住深色衫。警方即刻去嗰條小路調查，但係嗰度冇監控錄像，而且已經過咗1個月，根本揾唔到任何證據。呢個匿名線索令個警方開始懷疑雅婷可能係俾人綁架，但係冇人收到任何勒索電話或者訊息。如果唔係綁架，咁會唔會係謀殺？但係又冇發現屍體，案件陷入咗膠着狀態。2016年3月，距離雅婷失蹤已經4個月。一個喺校園附近做清潔嘅外勞工人喺垃圾站入邊
揾到一個粉紅色嘅背囊，佢打開一睇，入邊有幾本會計書，封面寫住李雅婷個名。警方即刻到場檢查，確認呢個背囊就係雅婷失蹤當日背住嗰個。但係背囊入邊除咗書之外，冇任何其他物品，冇錢包，冇手提電話，冇任何私人物品。警方化驗咗個背囊，發現上邊有雅婷嘅指紋，仲有另外一個無法辨認嘅指紋。呢個發現令警方更加肯定雅婷好可能係俾人帶走或者綁架。但係呢個未知嘅指紋喺警方嘅數據庫入邊揾唔到匹配嘅資料。姐夫分析翻呢個案件有幾個好奇怪嘅疑點。第一，雅婷點解會喺光天化日之下喺一個咁多人嘅校園入邊失蹤？如果係綁架，點解冇人見到？監控錄像點解拍唔到佢離開圖書館？第二，雅婷嘅背囊點解會出現喺垃圾站？如果係兇手丟棄嘅，點解要保留入邊嘅書？第三，嗰個匿名來電者嘅證供有幾可信？如果佢真係見到雅婷，點解唔即刻報警，要等1個月之後先打電話？有一個可能性係雅婷認識個兇手，所以佢冇反抗，就跟住個兇手離開。呢個可以解釋點解冇打鬥嘅痕跡，亦都可以解釋點解佢會執得咁乾淨就離開圖書館。但係所有認識雅婷嘅人都話佢朋友好少，冇拍拖，咁個兇手會係邊個？另一個可能性係雅婷係自願離開，可能佢有啲咩煩惱或者壓力，令佢突然想離家出走。但係佢走之前點解冇帶走手提電話同錢包？冇錢冇電話，佢點樣生活？而且佢父母同朋友都話佢冇任何異樣，唔似有乜嘢煩惱。最詭異嘅係圖書館嘅監控錄像，點解拍唔到雅婷離開？除非佢係從後門離開，但係後門係鎖住嘅，定係有人刪除咗監控錄像？但係警方檢查過，冇發現有人篡改過錄像嘅證據。呢個真係一個解唔開嘅謎。直到而家，呢個案件仍然係懸案，警方仍然繼續調查。雅婷嘅父母都冇放棄希望，佢哋相信有一日會揾翻個女。但係已經過咗咁多年，雅婷嘅生死仍然係一個謎。佢究竟去咗邊？係自願離開定係俾人帶走？如果係俾人帶走，佢而家仲生存嗎？如果你哋對呢個案件有任何線索或者睇法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。可能你哋嘅一個小小嘅線索就可以幫助破案，幫雅婷嘅父母揾翻個女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姐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